你哋試過喺葵廣食過最平嘅一餐係幾多錢？而家呢個年代，一罐涼茶可能都要10幾蚊，但竟然有人喺葵廣賣13蚊一盒飯，13蚊啊！你冇聽錯，唔係1990年代嘅價錢，係今時今日嘅價錢。但係點諗到呢間堪稱窮人救命草嘅良心小店，竟然因為態度差，俾人狂貼上網投訴。面對呢班嫌三嫌四嘅顧客，老闆娘亦都唔客氣，直接霸氣硬核回懟，嫌平你可以叫我老豆，13蚊仲想點啊？呢句說話一出，全網即刻炸開鑊。究竟係今時今日嘅顧客太過刁民，太難伺候，定係老闆娘真係脾氣太大？今日我哋就一齊拆解呢場驚天大鬧葵廣嘅事件，睇下呢個世道良心小店究竟係點樣，俾人一步一步逼死。我哋先還原一下現場，葵涌廣場，大家去開都知，簡直係香港嘅平民美食天堂，無數中學生、打工仔嘅食堂。呢間小店一直以來都係靠平到驚人而出名，一盒雙吃飯或者招牌飯只係賣13蚊，喺呢個一盒便當喐啲都要40-50蚊嘅時代，13蚊連買個鳳梨油加杯奶茶都不夠。好多窮學生、老人家，甚至係附近返工嘅基層街坊都係靠呢度過活。但係前幾日有位顧客喺社交平台發長文，大爆呢間小店嘅老闆娘態度極度惡劣。據呢位顧客講，佢排隊買飯嗰陣，只係問多咗一句：今日有咩價呀？老闆娘就已經面黑黑、手快腳快咁攞嚿睇牌子啦，字咁大個都睇唔到咩？跟住呢位顧客接過盒飯，覺得量比想象中少，就喃喃自語咗一句，好像少咗少少撮。點知呢句說話直接點燃咗老闆娘嘅火藥庫，老闆娘當場火都嚟埋，即刻大聲喊反過去：13蚊，你仲想點啊？要唔要我餵埋你食啊？嫌平嫌少，你可以叫我老豆，老豆都冇我照顧得你咁好啊！呢篇投訴文一出，原本樓主係想招攬線民一齊公審老闆娘，點知事態嘅發展完全出乎佢意料之外，線民嘅留言幾乎一面倒咁倒過，大批街坊同熟客紛紛企喺老闆娘嗰邊，大家留言講得好直接：13蚊盒飯，你仲要5星級酒店嘅服務態度？你係咪諗多咗啊？盒10蚊俾你填飽個肚，老闆娘根本係做慈善，你仲嫌人哋語氣不好，真係不知足。甚至有線民直言，呢啲叫硬核，唔係態度差。13蚊你叫佢一聲老豆，佢真係當你仔咁教啊！我哋不如先細細個睇下葵涌廣場喺香港人心目中到底係個咩樣嘅存在。去過葵廣嘅朋友都知，嗰度唔係中環嘅高級商場，冇冷氣，好冷嘅玻璃幕牆，亦都冇着住西裝，伸手戴住白手套同你講歡迎光臨嘅禮賓人員。葵廣係一個極具香港在地本土特色嘅地方，走廊狹窄，人流如織，熱氣騰騰，入面幾百間小鋪位，擠滿咗各種各樣賣平價衫、小食、珍珠奶茶、米線嘅小店。喺呢度，大家求嘅就係一個字：平；2個字：快脆；3個字：抵到爛。喺葵廣呢種寸土寸金又競爭極度激烈嘅環境裏面，要在呢度生存，本身就係一場持久戰。大家諗下，呢間小店可以維持13蚊嘅價錢，背後要付出幾多努力？你出門隨便填間連鎖速食店，一盒最普通嘅叉燒飯，而家都要52、53蚊。好似大家去開嘅連鎖店，早2年一個速食可能40幾蚊，而家都升到48、50蚊啦。但係呢間小店由2010幾年一直撐到2020幾年，價錢幾乎就冇點樣大幅度調整過。我哋再深入算一下呢筆賬，13蚊一盒飯喺香港今時今日嘅經營環境下，究竟意味住咩？第一，租金。葵廣雖然係老牌商場，但鋪租絕對唔算平。一個幾十尺嘅小鋪位，一個月租金動輒幾萬蚊。你隨反開30日，每日睜開眼，第一時間就要先交幾百甚至上千蚊嘅租金俾地產商。第二，食材成本，而家一斤菜、一斤肉幾多錢？去街市問下，豬肉30幾蚊一斤，雞肉、牛肉更貴，連菜心都要10幾蚊一斤。就算你係大批發進貨，白米、飯盒、
外賣膠袋、餐具，加埋菜嘅成本，一盒飯嘅直接成本可能都要700蚊。第三，水電同人工，做飲食業要開火、開冷氣、洗碗、洗、擦，水電費一個月又係幾千到上萬。如果你賣13蚊一盒飯，扣除所有成本，一盒飯老闆娘可能只係賺得嗰1-2蚊，甚至純粹係喺度打個平手，賺個辛苦錢。佢要賣幾多盒飯先夠交租？要賣幾多盒飯先夠養家？賣100盒才賺100幾十蚊。佢每日清晨5、6點就要起身去街市備料、洗菜、切肉、煮飯，喺狹窄又熱到死嘅廚房裏面企足10幾個鐘，炒到隻手都發抖。佢賣嘅唔係飯，係佢嘅血汗，係佢對呢個社區嘅一份良心。再講反個位發文投訴嘅顧客，其實呢種顧客喺香港嘅飲食業，大家叫佢做咩？叫西客或者刁民。呢類人有個共通點，就係用最低嘅代價，要求最高嘅服務品質。佢哋以為自己俾咗錢，哪怕只係13蚊，自己就係皇上，就係上帝。佢哋完全無視咗市場嘅基本規律，亦都無視咗店主所承擔嘅巨大壓力。你排隊買飯，面前張貼住大大個菜單牌，上面寫得清清楚楚今日有咩態，字體大到連50歲、60歲嘅老人家都睇得到。你自己唔睇，仲要去問一個忙到腳不着地、手不停舀飯嘅老闆娘。老闆娘每日要面對幾百個顧客，每一個人都問一句：今日有咩嘢？你叫老闆娘點樣回答？佢唔係 AI， 佢係一個活生生會攰會煩嘅普通人。當佢回應你句睇牌子啦，其實已經係最直接、最節省時間嘅溝通方式。葵廣嘅節奏就係咁快，你後面仲有幾十個人排緊隊，你停喺度問東問西，後面嘅打工仔同學生哥都要等埋你。呢個時候，快速解決問題先係葵廣嘅生存法則。更離譜嘅係，接過盒飯之後，仲要喃喃自語話，好像少咗少少口。13蚊嘅飯，有飯有口，能填飽個肚，已經係天大嘅恩賜。你仲要再度嫌多嫌少？你有冇諗過，老闆娘做咗10幾年，每天打幾百盒飯，佢嘅手感比電子磅仲要準，佢俾你嘅量，絕對係對得住13蚊有餘。你呢一句喃喃自語喺老闆娘聽嚟，唔單止係嫌棄，簡直係對佢呢份良心嘅一種侮辱。所以老闆娘當時嘅爆發，完全係情理之中。嗰句13蚊你仲想點啊？要唔要我餵埋你食啊？嫌平嫌少，你可以叫我老豆，老豆都冇我照顧得你咁好啊！聽落去好似好粗魯、好霸氣，但係你細心去品味，入面充滿咗一種草根階層嘅智慧同無奈。老豆養仔都未必能保證每餐13蚊俾你食到飽。老闆娘用呢種極度硬核、極度幽默嘅方式回懟，其實係喺度維護住自己最後嘅尊嚴。呢件事喺網上發酵之後，大家可以睇到一個好有趣嘅現象。以前如果有顧客貼文話某某店態度差，市民多數會跟住一齊罵，話呢間店黑店，大家千祈唔好去，服務態度咁差，早日倒閉啦。但係今次市民嘅反應居然係一面倒支持老闆娘。有市民講得好幽默，13蚊盒飯，你仲要5星級酒店嘅服務態度？你係咪諗多咗啊？你去5星級酒店食個 high tea 要450蚊加1服務費，嗰度嘅侍應同你笑口常開，但係你喺葵廣用13蚊，你就只能得到13蚊嘅硬核態度。仲有熟客出嚟爆料，話老闆娘其實平時個人好心地，有時見到附近嘅老人家嚟買飯，掏出幾隻硬幣，數嚟數去都唔夠13蚊。老闆娘揮揮手就話：算啦算啦，拿去食啦，下次先俾。有時學生哥放學過嚟，講聲阿姨，我好餓啊。老闆娘有嘔嗰陣，手紅來唔會抖，白飯壓得實一實，菜堆透核都蓋唔靚。呢啲隱形嘅溫暖同良心，平時根本唔會有人喺網上發文去讚，但一旦有人企出嚟無理取鬧、抹黑小店，呢班平日受過好處嘅街坊同熟客就會第一時間站出來為老闆娘撐腰。好可惜，現代人好多時被大機構、連鎖店嘅顧客至上文化寵壞咗。去到連鎖速食店，你俾50蚊，人哋有微笑、有冷氣、
有精美包裝，但你嚟到葵廣呢啲地道平民小店，你用13蚊買嘅係最純粹嘅生存物資，唔係買服務體驗。如果13蚊，你又要老闆娘對你笑口常開，又要講多謝光臨，又要無微不至咁解答你嘅問題，咁樣嘅要求，講得難聽少少，真係極度不切實際。我哋再睇遠少少，呢個事件反映出嘅，其實係香港社會呢幾年一個好嚴重嘅問題。良心小店嘅生存空間越來越窄。大家回想一下，10年前、20年前嘅香港，街頭巷尾充滿咗各種有特色、有個人風格嘅小攤檔、茶餐廳、士多。嗰陣時嘅老闆，每一個都有自己嘅脾氣。你去食大排檔，老闆大聲呵斥：快啲落單啊！後面好多人等緊啊！大家覺得呢啲叫煙火氣，叫地道人情味。你去食澳牛，侍應生用幾秒鐘幫你落完單。如果你諗得慢少少，仲會俾人白眼。但大家一樣排隊排到爆，因為大家知道去嗰度求嘅係速度同食物嘅品質。但係唔知從幾時開始，網絡文化開始流行公審，稍微有少少不滿意，稍微覺得老闆語氣不夠溫柔，就拍張照，寫篇長文貼去討論區或者 Facebook 群組，動輒就話要罷食，推到倒閉。呢種動輒得咎嘅網絡環境，俾呢啲小店帶來咗巨大嘅精神壓力。老闆娘嗰句嫌平你叫我老豆，看似粗俗，看似霸氣，但背後隱藏住嘅係香港小商戶面對現實生活嘅無奈同辛酸。佢做良心價，本意係想幫下有需要嘅人，想讓大家喺呢個生活壓力咁大嘅城市裏面，用最少嘅錢食飽一餐，但換嚟嘅唔係感謝，反而係無謂嘅苛求同上網審判。呢種情況如果持續落去，最後嘅結果會係點？結果就係逼到所有良心小店徹底心灰意冷，要麼加價加到同出面一樣，要麼直接關門大吉。大家一齊去食幾十蚊嘅連鎖店，大家試諗下，如果全香港嘅小店都因為受唔住呢啲西客嘅投訴同公審，最後全部選擇關門，或者全部被大財團、大連鎖店吞併，我哋嘅生活會變成點？到時你行落街，所有鋪頭都賣緊40-50蚊一盒嘅工業化標準便當，味道千篇一律，服務員雖然同你微笑，但係眼神空洞。你想喺呢個城市起一盒13蚊，熱騰騰、充滿人情味同煙火氣嘅飯，已經再東口唔到啦。嗰個時候，受害嘅到底係邊個？咪又係我哋呢班普通嘅基層市民。做飲食業，尤其係做平價飲食，真係一門苦差事。每日面對高昂嘅租金，不斷上漲嘅食材成本，極度匱乏嘅勞動力，仲要面對各種各樣挑剔嘅顧客。如果大家能夠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明白13蚊買嘅係飯，唔係買下人哋嘅尊嚴，咁樣呢個社會先會有多少少溫暖。老闆娘用佢嘅硬核態度，給所有貪小便宜又要求過分嘅人上咗一堂生動嘅課。呢個世道，做壞人容易，做好人難。做一間賺大錢嘅店容易，做一間堅持平價嘅良心店更加難。老闆娘嘅硬核回懟，其實係為所有喺基層咬牙堅持嘅小店家發出嘅一聲怒吼。13蚊仲想點？呢個問題值得我哋每一個香港人好好去反思。街坊們，你哋對呢件事又點睇呢？你覺得13蚊盒飯需唔需要包含服務態度？定係覺得只要食物冇問題，平就已經係王道？定係你都曾經去過葵廣，食過呢盒13蚊嘅救命飯？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一齊傾下你嘅睇法。